服吗？在这往上，来的都是穿团服。啊，今天来的好像都是穿的团服。今天星期三了嘛，正装了嘛，对对，穿正装。一般是周三吗？哎，周三。靠，这样不要拍啊，这不行的吧？我把那个我的山怎么搞呢？啊，拍不了。是啦，明天哦。穿正装，小拉姆呢？没看到小拉姆呢。远一点。今天穿队服的比较少啊，这几个。这个是谁呀？阿童，我怎么感觉也瘦了一些了？这个是朵儿、阿童、我、苏拉。好，掉了就掉了。靠，没调这个，手温的也没调。好了，老板你看吧，我带了几个相机，现在一个都用不上，只有我那个运动相机买，今天刚刚换了那个 DJI 的那个 A5P 那个Insta360那个有一点缺陷，这个换了，现在放到脖子上面用不了，拍不了。前面那一头全部荡住了，稳定器啊、相机全部都荡住了。小狼我没看到嘞，没看到。一个梦，这一度那左右，把公这一个梦，这一度那左右。대계리빈주네 연주디拉桥松，把公这一个梦，如个桥拉马哟。公这一个梦，这个小喇嘛哟，嗦呀啦，把公这一个梦，这个小喇嘛哟。这个
每度在那秋，把公扎一个梦，每度在那秋，除了呀公鸡的不，天边有那祖宗，把公扎一个梦，天边进了悠悠，公扎一个梦，天边进啦悠悠，索呀啦把公扎一个梦，天边进啦悠悠，索呀啦把公扎一个梦，天边进啦悠悠。永吉来了。这是那个吧？这里长得很像那个17。赵西西。哎，走。
开取消哦。麦郎错，我走嘛？哎，不是，他那个朋友他们两个一起的，看到人来了一个。对，曲奇没来，对，来了一个，但麦朗错来了，还有人性错，这个是麦朗错。这个是幸福之歌，前面雍真，代宗前面是雍吉，哎，拉错，前面是雍吉。确真，筹码出，他弟弟呢？弟弟没来吗？Hello。你弟弟没来呀？啊，来没呀？他没来了，来了吗？谁？你弟弟啊？弟弟没来。啊。
你跳不跳吧？要跳噻。哎，开车本来车子有问题，打车坏的。啊，车子坏了。查书吧。啥？什么书啊？爷啊！哎呀，他们拉萨就晓得一年纪轻轻的什么长辈。圣洁的香格里拉，这个有首这个名字叫鸟语不不鸟，这个几个叫法，这全是老歌啊。看背影有点像，当然不是，就是辅助我知道。
妈妈刚发消息，她说我等会要看他们要多看一眼。我看了人呢，我妈不在哪个位置。这到了，哦，这个河好久没跳了。红袖后面小朋友吗？刚刚来吗？没看到呢。没有啊，小拉姆我还不知道吗？红袖后面那个是杂叔啊，小拉姆第二排也不是啊，那个小朋友不是，那个是那个珊瑚海卓的那个女儿额前楚真。这个跳得好，没看到。Hello， 吃到了，呵呵呵，他妈也结束了。那个跳得好，我圈。这都是老师，这个两姐妹都是老师级别的。没事，他们白天就教那些跳舞啊，早上，反正没事就教跳舞嘛，然后有时间自己出去摆摊嘛，要么就在其他上班。这个圈子越来越小了，这去这儿，去和那个是人清楚。往外站一点，大家往外站一点，大家往外站一点，站得快一点。哎，对了，你动作记清楚了，往外站一点，大家。不雅。
纱布没看到啊，扔在那个地方。叫春，白货的锅嘛，白货没来了嘛今天。高哦，他们感觉都1.85米以上。全程陪太累了，赶不上。锻炼身体噻，啊，就健身的嘛，对不对？
友在外片跳，哪个？我有朋友在外片跳，他跳了噻。他就帮他陪下。哪个？小南湖吗？明日我呀呀美丽嘛，外片，然后帮他陪一下。不认识，倒是看啊。有没有音乐嘛？音乐都没得。外片。倒是看吧。我也不认识。就没看到小拉姆。就这个吧。哎，卡了 U 盘。那个怎么拍？拍不到啊！拍毛。那个那第二圈怎么拍啊？拍不好拍，我这是我也没单独拍，我没有单独拍，等会儿直接剪出来这样。太远了。要拍的话，要拍的。算了，顺其自然嘛。3毛钱一回。
好拍，你看嘛，不好拍，这么远，怎么拍嘛？还毛线拍的，他第二圈了嘛，好拍嘛？哎呀，随便嘛。俺新来的，知道吧？太多了，都是新来的，不好拍，这么远。你手机拍好拍一些，你看嘛，我这么拍嘛，人都摘完了。俺抖音号我晓得。你拍呀，用手机拍呀，你用手机拍噻，可以拉很近。手机像素不行。哎，新歌时间，嚯，是13分钟。小罗今天没来了嘛？这个跳这里面老师好多啊，开旭啊，瑞瑞呀，那个两姐妹呀，两个都是。金刚舞啊，今天怎么跳金刚舞啊？跳15分钟哎，我都没有告诉他们跳那个，跳完刚刚结束。都会跳，就像每个人会唱国歌一样，每个都会跳。金刚舞，金刚舞大家都会跳，这个不是，基本上是，应该是金刚舞的第几段？第5段吧，第几
嘿，爸爸要喝水吗？我够了，天啊！我还想等会儿该拿水喝嘞，他今天打车了嘛。他为啥姿势？哎，我低头，好乖哟。麦当错第一个。这没来。一个运昆来的底调屋头跳得好，那个完全一个云南昆明来的。哦，这是新歌，这个是80岁，80岁，这个叫啥名字叫？80岁大庆，啥名字叫八？让什么蛋呢？80岁。So now you're cut, you don't have a such a
赵喜，徒弟，好嘞，徒弟好，徒弟是，徒弟，老头子也惨了。你不怕嘛？几个破？俺做没家不给钱不钱，没人怎么怕嘛？那几个破？帮兄弟们帮家千万了，下把木就怕嘛？几个破？俺做没家不给钱不钱。
一个。结束喽，视频杆都。休息了，休息了。哎，要笑。吓到你了，嗯，吓到你了，I'm sorry，我对不起哦。哎，你看有个小拉姆的嘛？啊？小拉姆认识吧？小朋友几岁的？嗯，那个来了吗？来了吗？我没看到人呢。没有来啊。他今晚上要来跳了吧？哦，是。没看到人呢。我是杭州过来，今天第一天跟你们味道太好了。杭州的。也过来的，看看。我跟你说，我打成。好好好，谢谢啊。谢谢，没事没事。杭州的。这就是在音乐节。